有一句習俗是講清明時節雨紛紛。氣象署是指出講，雖然講今仔日拜一各地上熱是伫28到32度，也毋過刷落來，這禮拜呢是有2波鋒面要相刷到位啊。頭一波是伫拜二，北部甲中部呢會開始落雨，也若拜六清明連假期間，第2波的鋒面會來通過，中部以北是會落雷公雨，請民眾都要注意天氣的變化。拜一各地頭好天燒熱，氣象署講北部溫度佇28度到29度，中南部上懸有32度，華東地區可能會落短暫陣雨。不過氣象署表示講，刷落來有2陣鋒面到位，時間還會變天啊。不過從明天開始，隨着鋒面開始逐漸的接近，並且通過，而且隨後都是會有一波波這樣的水汽這樣通過的一個狀況之下，各地的天氣上都會開始變得比較不穩定一些，而且有時候雨勢上也會是比較偏大的狀況。氣象署指出，拜二頭一陣鋒面接近北部、東北部部分地區會落雷公雨、甲短暫陣雨，啊若拜三鋒面通過，東北季風增強，北部溫度會降到20度迄卡兜，中部以北部分地區雨勢較大，啊若清明連假期間，氣象署講天氣也是真不穩定。那到4號以及5號的時候，另外一波鋒面系統就開始會有逐漸通過台灣的一個情形，所以到時候在清明連假的一個天氣上來講的話，可能天氣上就會變比較不穩定一些哦。氣象署講，拜五第2陣鋒面接近，中部以北、甲宜蘭、花蓮山區可能會落短暫陣雨。拜六鋒面通過，中部以北會落雷公雨，部分地區的雨勢嘛會較大。禮拜鋒面漸漸離開，不過水汽也是較高。氣象署提醒民眾就要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